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生命。先知预言的未来是希望带给正在面对苦难的以色列人有盼望。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时期，以色列人他们正在面对艰难的试炼，在这个当中期待着上帝的拯救。所以我们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当中，总是会看到预言以及将来的盼望。今天的旧约的经文取自于这个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那一天，人民要在犹大地唱这一首歌，我们的城墙多么坚固，上帝亲自防守这城，打开城门吧，让正义国家进来，让忠心的人民进来。上主啊，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，赐给信靠你的人。要永远信靠上主，他时刻保护我们。他使骄傲的人谦卑，他摧毁坚固的城，使坚固的城墙变成为废墟。被压迫的人要走的在废墟上，穷苦的人践踏倒塌的城墙。公义的上主啊，你使公平的人走在平坦的路上，你使正直的人走康庄大道。上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跟从你的旨意。你的名和威望是我们的心灵的愿望。在夜间我寻求你，我全心全意渴望你。当你审判世界的时候，万民就知道什么是正义。但期待上帝救恩的人们必须要诚心实意的回转向上帝，并且以全然的信心来渴望上帝，寻求上帝，服侍上帝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谈到了信心。基督徒应当靠着信心来过生活，因为没有信心的生活呢，是无望的，是悲惨的，是无助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这样提醒哥林多的基督徒，他说道：因此我们从不灰心，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的衰败，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的更新。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，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远荣耀。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，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。看得见的事物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看不见的才真的是信心的功课，而看得见的、能够处理的、容易面对的，就不需要信心，因为那是能力所能够处理的。那什么时候、什么事情需要信心呢？就是那一些我们无法掌控、我们无法预测、无法控制，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一些事情啊。诗篇20篇，大卫的诗篇说：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之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，我们就为了你的胜利欢呼。
颂赞我们的上帝，庆祝你的凯旋。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，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的圣高天来应答他，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倚靠战车，有人倚靠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。我们的上帝，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。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恳求慈爱的上帝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就能够学习以信心的生命来倚靠主，来得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